在个新闻要继续过来关心落雨的灾情，因为落大雨，彰化新港乡有真个所在拢积水，水沟嘛拢涨大水。新港各种的这个运动场，这个水积甲差不多到骹网，市区的大路嘛拢淹水，电动车的太阳链啊拢浸伫水内，路边的工厂啦、服装店水嘛拢灌入去，或者生意人是有够无奈。另外，台中这个清水，这个南社旧巷啊路积水嘛到差不多骹网的这个悬度，住户新买一寡家具，赶紧甲摕无悬来减少损失。彰化新港乡落大雨，车路积水严重，大雨甚至冲入去路边的民家厝，阁有一间服装店，店内涂骹拢是水，店家伫厝内哪咧过河？哇，算安尼啦，安免啦。啊，免啦，啊，落啊，无免啦，我真做代。店家真无奈，规间厝拢是水，连便所嘛是。讲今年雨落啊真大，落遮尼久都冲入来。另外，阁有一间工厂的货车停伫门骹口，唔敢驶，惊会掉车。员工赶紧堆沙包来挡水。新港高中嘛是受灾后，运动场因为地势较低，雨一大，水沟内底水拢淹起来，流到规间学校内底拢是水。学生呢都号称是黑龙江。黑龙江的水位暴涨之后，变成它的水位高于学校里面的水。水积到骹尾遮尼悬，校方开碰铺嘛袂赴抽水，真无奈。干那唔望卖过一直落雨。另外，台中清水区的南社旧巷道大雨了后，积水到今也袂退。民众厝门骹口的水一直对内底流，互因真烦恼。民众只好先摕物件，甲内底家具塔甲流啊较悬咧，惊水会淹入去。因为遮伫在地是较低所在，加上排水沟啊排水不良，遮落雨就会淹水。这几工民众拢真烦恼。现在我们就等公所那边做一个抽水机的评估，要是可以的话，他就会来派抽水机过来。里长已经协调公所会勘，考虑用抽水摩打来抽水。大雨一直咧落，淹水区的民众敢若唔望至少会当有一个浪棚，互水会当排出去，莫互水果愈积愈多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